来看英国的消息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因案要举行国葬，即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各国领袖这两家陆续到现场。拜登总统甲乌克兰这个第一夫人会去西敏厅向女王灵柩致敬。西敏厅的接拥时段将伫台北时间下晡的1点半就结束啊！这民众排队要等入去这个西敏厅的时，意外翕到天灵的国会大楼附近又搁出现空，大家拢讲这是代表女王唔甘离开英国的人民。 伦敦当地礼拜18号要暗暝，英国国会大楼附近，古名叫做大本钟的伊丽莎白塔顶出现空，空动时间真久，而且下过伊丽莎白塔天顶，时机点拄好是女王国葬前。顶一摆8号，伦敦白金汉宫天顶嘛出现双空，过不偌久，王室就宣告女王过身，所以英国民众拢讲，女王唔甘离开这，用空来代表伊的思念。 礼拜18号暗时8点一个到，全英国的人默哀1分钟，向女王致敬。99号，女王宣布为国会大楼西敏厅109西敏市举办国葬，全世界超过500政界头人和王室的成员参加。大家会在王室安排巴士去西敏市参加女王的国葬。美国总统拜登翁仔某为了国维安，在美国国安单位坚持之下，拜登翁仔某坐因的野兽从庆祝车去西敏市。 想真侪人注意。You we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her for 70 years. We all were. The world's better for her. Thank you. 到回龙区就挂乌色翠暗防疫的地方德人和王侯雅厝，到时阵敢会挂翠暗参加国葬，正做葬礼另外一个议题。尾洪恩准备去西敏厅悼念的中国副国家主席王岐山，恐惊和别个小国领袖做前去王室提供的巴士参加女王的国葬。葬礼前另外一个焦点是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嘛来向女王致敬，一方面感念因战争爆发后。 英国人头尾伫和乌克兰徛点做伙，即马女王过身，乌克兰人和英国人拢感受真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